熟悉嘅畫面啊，又係搭緊的士呢，就去一個山卡拉嘅地方攞車。咁今次攞嘅呢，就係呢部現代嘅 Insta。咁今次就冇上次攞 Hustler 咁痛苦啦，上次等咗10個月，今次delay 咗1個禮拜啫，咁都還可以接受嘅。終於都攞車啦，嚟睇下呢部車有咩特別啦，點解會吸引到我去買啦？咁就喺呢個 Hustler 同 Insta 之中嘅夾縫呢，就上車先。其實一上車呢就好唔慣嘅，因為平時着車呢係喺右手邊嘅，咁而家右手冇啦，就喺左手邊，就喺呢度。跟住呢，平時入波呢就有啲棍嘅，咁而家冇啦，而家喺呢度右邊，咁有支波棍轉波啦，向前扭呢就係 D 波啦，向後扭係 R 波嘅，就撳呢個就係 P 波嘅，咁所以係一開始有少少唔慣嘅。咁講下點解會買呢架車啦？呢架車係一部純電嘅車仔啦，因為而家油費貴啊嘛，尤其係我攞車嗰陣，突然就打仗啦，咁啲油費更加貴啦，所以呢，就買呢架電車嚟試下啦。平日啲使費應該會平好多。咁另外就係因為隔離嗰部如果有咩冬瓜豆腐呢，都有多部站啊，因為我而家返工必須要揸車，所以盡可能都有多部車，就減少啲返唔到工嘅可能性啦。所以就有2部車啦。呢部 Insta 喺英國呢就有3個版本嘅，一個01啦，我呢部就係02啦，仲有一個 Cross 版本嘅。咁01呢嚿電細啲嘅，條 link 都細啲嘅，15寸嘅啫。咁我呢個版本呢就係有49度電嘅，17寸 link 嘅。再多一個版本咧，再上咧就係一個 Cross 嘅版本咧，咁有個天窗仔喺度嘅。係另外啲 link 靚啲啊，啲配置好啲啊，有360鏡頭咁樣啦。咁就冇錯，我而家呢部係冇360鏡頭嘅。我呢部02版啊，中間配置。着一着車先啦。都揸咗大概80 miles 到啦，呢條拍片呢個時刻。咁佢嘅用電量咧就係4.2 mile per kilowatt hour， 即係大概咩概念呢？即係大概6毫幾子度呢，就1個 mile 啦。咁如果計翻1公里呢，就大概係4毫子嘅啫。咁叫做平過油都唔少噶，起碼1半噶。同埋我呢個電價係標準電價。如果你再揾到啲平價嗰啲 EV plan 呢，就可以再平啲。最平係可以去到1毫子1公里啊！咁真係個里數，你可以當接近唔使俾錢咁滯啊！同油車唔同啊嘛，油車起碼都8毫子啊！如果慳腳的話，8毫子1公里已經好叻噶啦。咁呢度1毫子1公里可以做到，咁真係唔係講笑，係抵揸嘅。咁當然就過2年可能會抽稅，1公里抽你3p 稅，咁但係都還好啦，都係平過油車好多。暫時日常嘅使費嚟講下，咁其他保養嘅嘢就唔清楚噶啦要慢慢揸落至知。好似呢條友乜都唔使保養，而家仲生勾勾，過咗5年啦已經其實都好滿意佢嘅表現。咁但係有新車有新鮮感重啲啦，暫時都會揸呢架多啲噶啦。咁講下個駕駛感啦，初步嚟講呢，其實感覺都唔錯嘅。佢個加速力呢，就數字上嚟講呢，就唔係話十分之快啦，好似10.8秒就0至100啦，即係好過我呢架少少嘅。但係實際揸落呢，又覺得佢即係啲力都幾夠，力水都唔錯，即係要 cut 線啊，要出路口嗰啲呢，好爽嘅，唔笠嘅。另外就係條避震嘅表現都出乎意料地好喎。我唔知係咪因為可能條 link 即係啲車胎個直徑大啲呢，咁架車又穩定啲，跟住條避震都服嘅，個膊呢係舒服過呢部M 萬倍啊！舒服好多啊！我呢個凳咁揸落都穩陣嘅，但係又唔會感覺笨重嘅。個軚又輕嘅，易揸嘅。
所以暫時感覺都唔錯。咁遲啲就會攞佢嚟同我部 Hustler 做比較。暫時以呢個腳車嚟計呢，係都 OK 嘅，即係佢又唔會話好食電啦，個表現上又即係俾到啲你啦。個里數呢，大概係200 miles，你當300零啦，咁都還好嘅。咁我返工來回都係30 miles 啫，所以甚至唔使日日叉電添，用落都方便嘅。咁啊，嚟緊一段日子都靠呢部車啦。唔該，生生性性啊，好，大致上係咁。咁啊，遲啲再出片再見，拜拜。星應該係佢見到個咩啊？個 speed limit 個牌，轉咗，可能係。快好多，但係完全 feel 唔到個速度，因為冇乜聲氣咧。所以揸到已經揸70其實，但係真係冇乜 feel。